讲哈。你都搞好几次师傅呢？就是呀，我没啥早管的时候，都在等日啊。咪都呀，都早过等日很正常嘛。就算他那都早日的等过头个呢，你这正常事哦。不如去当地滚那头一块硬币子，我咕噜不了。我早一点过跑啥，早点过跑啥，但我这知道早带路呢。这都那后边大不了起来，等那个里多山。他个莫站之路啊。志强，过来意思啥的？不能来，只好没大用要么到带路的，我带路到用啊。我带路到用啊。这一路咁暴力呀，这一路也老天大，这一个这故事路，老龙肚里极限呀，咱也抓了抓起刀，用力的天你能够，够一路没写起走，路西后你摸起头，搞了搞了老古摸，古了古你心里说，还得给路为家鸟，都给了为家心波，只保所有我的家，讨论多么走的啊，就动力只保的气，一路那么走路里，手一那么头一。讨论都会有问题，只有霸气到了点，只有发么到了点，有么点嘛理性点，嘛理性路到了点，有我么嘛理性气，让我给么的一点。擦过一晚。